親死得值得。月儿，以後你想干什麼就干什麼，去爬樹，去捉魚，去挖蚯蚓，我看他們誰還敢笑你？他們巴結奉承還來不及呢。为什麼娘親要死？娘親不死，我也可以去爬樹、抓魚、挖蚯蚓。這麼多年，我們一步步走在這刀刃之上，現在我們終於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我心裡歡喜，我要你們也歡喜。等明日的太陽再照到這宮殿之上之時，這一切就都改變了。戴帽，我是不是已經有了白髮？不，王后長髮如漆。我跟大王夫妻一場，想必大王是不肯讓我死的。与其大王冷落我、厌我，讓宮中其他贱人們來作踐我，倒不如讓我此刻就去死。趁大王在气头上，我求大王賜我一死。臣妾的命本来就是大王的，臣妾願意为相氏抵命，只要大王能消气，保我怀兒太子之位。王后，起来吧，伺候我梳妝停當。是。我是王后，君子死而冠不免。王后，大事不好！怎么了？大王在宫中飲酒過度，舊傷舊疾同時發作，驟然昏厥，竟至無救。什麼？盖棺，大王！土木盖棺，大王！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落。楚王李商突然病逝，舉國哀悼。在楚王李商任內，楚國國力達到頂峰，領土最廣，國力最大，武力最強。李商死後，諡號為楚威王。太子芈懷繼位為楚王，史稱楚懷王。眾卿免禮。微后，母后，大王不必多禮。不知母后來找寡人所為何事？欲求大王一事。母後儘管講，不論什麼事情，寡人都答應你。先王一去，必定寂寞。我求大王應允，讓我隨先王陪葬。什麼？這萬萬不可，絕對不行。我去意已決。這是何苦呢？寡人知道，母後跟父王間諜情深，只因太過悲傷，方生此念。可是大王去了那邊，路途必定清冷。母後放心，寡人已令進上擬了陪葬名單，必定不會使父王寂寞。陪葬名單在哪裡？我看看。母後請看，除此之外，還有300名奴隸、300名侍女隨先王一起殉葬。倒也罷了，再添2人。
母後是想讓芈月和芈容也給父王陪葬。他們年紀尚小，況且是寡人的王弟王妹。我何嘗不知？可是昨夜你父王给我托梦，说他非常惦记芈月、芈容，他想带他们一同去。我怎能违逆先王这最後的要求？芈月、芈容是先王在世時最疼愛的公子和公主，先王有此要求，亦不为過。既然母后如此說，那寡人照办就是。回姑，你先回去吧。奴婢要服侍举姬。不必了，这是我跟他2個人的事情。微後，妾身拜見王後。夫人应该说微後才是。是啊，先王的諡號是威王，如今你是大王的母後，本該在稱呼前加上先王的諡號才是。妾身拜見微後。一個女人終於熬到自己稱呼前面加上了丈夫的諡號，此生再也沒有人壓在我頭上，再也不用跟人爭寵，不必擔心失寵，更不必擔心有人對我和我兒女的算計，這是何等的痛快！微後所言甚是，你贏了。憑你，也配跟我論輸贏？即便如此，妾身仍有一事不明。說，你要取項氏一雙兒女的性命，便有了先王托夢要芈月、芈容殉葬之說。妾身不明，你那麼恨我，更應該讓我先死，又為何偏要留我性命？如此愚鈍，還來跟我爭鬥？如今宮中誰是大王？芈懷。沒錯，我生的芈懷，讓你死如同踩死一隻螞蟻。可惜宮中向來都是死比生容易，我要留下你，讓你生不如死，是件極其有